尼希米返到去述職嘅時候，去到咧王嘅身邊，隔咗一段頗長嘅時間，然後咧佢再一次返嚟去探望佢哋嘅時候，今次咧佢卻見得到咧有一個嘅領袖，就係喺聖殿裏邊咧去負責咧府庫嗰個嘅領袖，即係將嗰啲供應物咧要供應俾利未人同埋祭司，每日夜去侍奉神嘅，喺聖殿裏邊嘅工作嘅，專係負責分派嗰啲嘅錢糧嘅一個嘅祭司，竟然咧離棄咗神嘅聖殿嘅工作，就喺尼希米離開咗耶路撒冷之後，佢竟然咧去同嗰啲外邦嘅人咧去結親，並且將原本咧喺聖殿裏邊一個嘅房屋去收藏咧呢啲供應祭司利未人錢糧嘅個房屋，竟然咧再去俾過呢個外邦嘅人，所以咧利未人同祭司咧就冇再咧喺當中去供職，冇再咧喺聖殿裏邊去侍奉，就各自咧去到佢自己嘅鄉下嘅田間。當尼希米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翻到去見到咁嘅境況，佢就將嗰個嘅外邦人放嗰啲家私家具，佢就將佢全部嘅抌晒出去，揾人咧重新潔淨喺聖殿裏邊呢個房屋，重新嘅去招募有啲嘅利未人祭司翻到嚟咧去供職。猶大人見到呢個嘅場面嘅時候，境況嘅時候，佢哋就重新將嗰啲嘅土產銀紙咧運到去咧呢個聖殿咧，供應俾呢啲嘅利未人同埋祭司。所以我哋見得到咧，我哋作神嘅工作嘅領袖咧，往往有啲時候咧犯一啲嘅嚴重甚至乎咧好致命嘅錯誤，所以導致到咧尼希米咧要再一次嘅幫助佢哋咧重返呢個嘅正軌，按照神嘅吩咐律法裏邊所講嘅，去讓利未人咧同埋祭司咧按着班次咧日夜咁樣咧節期咁樣咧去服侍神。咁我哋見得到咧呢個工作的而且確咧係唔容易，因為當時咧嗰個嘅外邦嘅人咧祭司結親嗰個咧，佢都係一啲嘅好有權勢嘅人，所以咧尼希米咧亦都向神嘅去祈求，求神咧去紀念佢，咁佢咧重新咧去立過呢個嘅副官，藉此咧去供呢個嘅職分嘅時候咧，利未人咧同埋咧祭司咧就能夠得到呢個嘅一直嘅嗰個嘅供應。佢願意神咧紀念佢咧喺呢個聖殿嘅呢啲一切嘅事情咧，佢所作嘅善咧，求神咧唔好忘記。當佢咧處理咗呢件事之後咧，一波未停咧，一波又起。佢都見得到咧，安息日嘅時候咧，猶大人咧竟然咧冇守安息日，有啲嘅作領袖嘅，同一啲外邦嘅商人咧喺安息日裏邊去做買賣，佢哋帶好多商品嚟到咧城門口，好多嘅人咧佢當中冇去守呢個安息日，做好多嘅交易，做好多嘅買賣。所以當其時咧，佢再一次差派幾個利未人咧去守住安息日嘅時候唔可以打開城門，並且咧去警告嗰啲嘅外邦嘅商人，下令咧如果佢再嚟到咧喺安息日嘅時候咧，將啲商品帶到嚟城門前咧，佢會咧捉拿佢哋。一段時間過後，嗰啲外邦嘅商人咧就唔再喺安息日咧作呢啲嘅買賣。比呢件事更加嚴峻嘅就係當其時咧，猶大人咧去同呢啲外邦嘅人咧去通親，呢個咧係導致到佢哋咧昔日點樣亡國，因為咧嗰啲外邦嘅女子會引導佢哋拜假神偶像，離棄耶和華嘅時候，而咧經過類似神嘅寬恕咧，一段嘅時間過後咧，神咧最終讓佢哋咧吸取教訓，亡國咧70年嘅時間喺巴比倫。當而家再翻嚟嘅時候咧，所以佢唔單止責備嗰啲與外邦嘅人通親，甚至乎咧出手打咗幾個嘅人，叫佢哋咧發誓喺耶和華神嘅面前發誓，唔再咧讓佢哋嘅兒女同外邦人咧通親，因為咧佢知道呢一件嘅事咧係潔淨咧神嘅子民一個最重要嘅根本。所以有時候我哋作為基督徒，神嘅兒女都要知道咧喺感情拍拖交友婚姻嘅嗰個過程裏邊咧，最危險嘅就係呢方面離開咗神嘅道，導致到咧自己係得到神嘅教訓喺審判嘅當中。我哋做神嘅工作嘅人咧，受薪或者係一個志願，其實我哋都係為神而做。最重要嘅係我哋有聖潔嘅生命，最重要嘅係我哋與神每一日同行。願神祝福大家。